你成日覺得腹脹、想嘔、多胃氣，甚至上腹痛、大便深黑色，好有可能你個胃其實就有幽門螺旋菌。而全球大概3至5成人都有幽門螺旋菌嘅問題，但大部分帶菌者其實都冇咩病徵，所以根本唔會發現。但如果長期感染就會引致胃部持續咁發炎，造成多種嘅病變，嚴重甚至會引發胃癌。除咗幽門螺旋菌嘅問題，日常飲食唔定時，食生冷嘢、好酸、好辣、醃製食物、飲酒、食煙等等呢啲生活習慣，其實都會令我哋好容易患上慢性嘅胃病。因為市面上胃部嘅supplement好少，當胃部唔舒服嘅時候，平時除咗食胃藥都唔知有啲咩幫到手，但係原來都有解決方法嘅。同埋我譬如可能平時都食好多supplement，但我真係好似冇乜點樣聽過胃係有supplement啦，同埋好似平時聽到可能譬如幽門螺旋菌咧，都好似冇一啲係可以治療到嘅方法。係啊，市面上一般上咧，如果幽門螺旋菌大家都係食抗生素而做個治療，但係我哋呢個咧就係用乳香區入邊有一個特殊嘅嗰個成分咧，係幫助佢可以幫助佢殺滅嗰個幽門螺旋菌啊，而且係佢可以保護翻我哋嘅黏膜咯。即係佢係治本嘅，治本係啊，因為平時可能譬如食佢係又治標又治本，因為一般上淨係治標不治本，呢個係就係標本同治啦，我哋講。